我们需要不会弹吉他的，不会，就是要不会。鼓励鼓励，谢谢你，你很勇敢。那我给你我的吉他。哇，给人家弹，这么屌，给不会弹的弹。不会弹吉他的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不找我？因为我不是妹吗？对，你可以去啊。没有，我是妹。随便这样子，随便你都可以。搞不好在某些人你也是妹啊。好，那是哦是哦。你的裤子在哪里买？在菜市场买的裤子，我很喜欢，鼓励鼓励他。那我们现在要摇滚，所以不用做音乐。你会当吉他？那你就当吉他。那我朋友会帮你做腿的声音。每个音都变成四声，你觉得像他了？对，我跟你说的时候就要 rock。对，我很喜欢，非常好看。好，不要坏掉我的吉他，我只有一个而已。好了。没有关系。靠背哦。不是靠药。最好看。我拒绝去补习班，我拒绝看电视台，我拒绝上 Facebook， 我拒绝不交社会。现在我们不再是奴隶，我们开始正义问题，我们想要改变社会，这是我们想要的自由。是路。你拒绝去补习班，你拒绝看电视台，你拒绝用 Facebook， 你拒绝参加社会。现在我们不再是奴隶，我们开始正义问题，我们想要改变社会，这是我们想要的自由。是个 rocker， 就是摇滚。就是刚聊天的那个人哦。不客气，太帅。